邪人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中邪角色很适合你。可以啦。我叫谢雅珍，今年17岁，是个仙姑。在过去的1年里，我谈了场短暂而深刻的恋爱，经历生离死别。如果可以重来，我还会做一样的选择吗？小普拉，哇，你回来你也不先跟我讲一下。你好，我叫张宇轩。你好。开开，出来啊！我要跟你说话哎！你是从小就会通灵吗？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刚觉得这模拟考题目都被你猜中了，你真的很厉害。是谁准你们自己乱做法的？你知道你这样会害死大家。你在胡说八道，乱讲什么？这边说哪有？假乱说话。要是我不会通灵的话，今天这些事情也都不会发生。《通灵少女2》10月6号周日晚上9点首映 HBO。